晨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正月初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节目开始，咱来关心中国武汉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情继续炭烧。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昨昏暗示讲，到昨昏已经有59件病例，其中有7例是重症。那昨暗香港疑似病例冒加，已经有17例。咱疾管署昨时宣布讲，要扩大通报，也有采检，14天内有几个武汉，而且有发烧、气管有症头的，拢总爱通报。中国武汉不明原因的肺炎感染，佮增加病例。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初五发布公告，表示目前已经有59个病例，其中7例是重症患者，嘛这次无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嘛无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排毒流感、禽流感、腺病毒、SARS 甲 MERS 等呼吸道病原、病原感定甲找病因的工作搁在进行。伫香港病院管理局初五表示，香港佮增加9个疑似病例，累计个案已经增加到17例。目前有5个人出院，4人感染无共型的流感病毒，或者是呼吸道嘅病毒。個監測嘅範圍咧係擴大咗嘅，即係話咧喺過去14日咧係曾經去過武漢，無論佢有去過街市冇去過街市都好咧，如果佢係發燒嘅話咧，呢個咧係醫管局或者係私家醫生咧都需要呈報。台灣對去年底就啟動武漢直航的入境班機定期檢疫，白航班檢疫747個旅客甲機組人員，18個輕症旅客已經排除不明肺炎。衛生部疾管署初五表示，若是武漢的疫情繼續擴散到社區，會擴大定期檢疫的航班範圍。應該料敵從寬，御敵從嚴，強化這個實驗室的診斷量能，加強通報跟各項的一個應變措施。14日內從那個武漢返國的民眾，如果出現發燒跟呼吸道症狀，我們就請他到醫院去就醫，由醫師來通報採檢。疾管署表示，要將原本通報甲採檢條件，未出現嚴重肺炎，並發症前10天去過武漢，擴大到14天。若是民眾14天前去過武漢，出現喘氣變緊、肺炎、身體酸痛等症狀，應該趕緊就醫，主動甲醫生講旅遊史，方便治療。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甲鄉親做伙來去現報紙來看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先來看聯合報。蘇花街伫咧今日下晡4點要全線通車，講到總共是有過春節期間，蘇花街一日的車流量大約有19000多台，會比過去還佫較濟。或者是警示講，蘇花街加上雪山崩坑、兩邊塌，可能會出現老化效應。台北駛到花蓮，可能要駛8點鐘。來看自由時報，國軍烏英直升機失事。蘇將官黃勝航是雙手攬掉參謀總長辛一鳴，一直到上尾攏在保護伊的頂屍。黃家講，若是辛一鳴的家屬同意，希望黃勝航的骨灰會當囥佇咧伊的頂屍辛一鳴的邊仔。來看蘋果日報，昨昏是選前最後一個超級的禮拜日，哪裡攏恢復選舉的行程。韓國瑜是回訪北台灣，伫咧桃園畫出6個立委要攏紅不讓。若是總統蔡英文是連續走過的關係，嘛算是要伫咧台南摕到7成的選票。來看昨暗總統蔡英文北中昨昏的總統蔡英文北中南是走透透連續走10場。若昨暗總統蔡英文是到新北市，所有民進黨內的大咖頭人攏有到位，展現民進黨大團結。選前最後一個禮拜日，總統蔡英文初暗到新北市新莊，甲民眾立委候選人徛做伙。蔡英文表示，新北市是行政治路的頭一站，國會要贏，新北市一定要是贏。在這個最後衝刺的階段，大家不要答應，不要鬆懈，不要讓台灣回到原點，投票率就是關鍵。1月11號，大家一定要出來投票。咱做伙來拼甲贏，好啊冇？若發生烏英直升機摔落來事件了後，民進黨停止3天的競選活動。昨下蔡英文配合選舉行程，規工北中南趕10場的造勢活動。第一場先到南投，蔡英文無特別講烏英摔落來事件，更是講到國軍的犧牲奉獻，希望民眾莫用家己方式守護台灣。咱的國軍來保護咱的國家，咱足感謝伊個。不過咱家己嘛愛盡起國民的責任，而且選舉的時咱來團結。
按照热情地7号早起，先伫台北市的竞选总部出席蔡英文客家奥运会活动，讲到奥运事件，呼吁大家爱团结。大家把竞选活动停下来，没有去做任何的政治上面的计算，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再进一步的去做计算的话，我相信国人应该不会支持。7号暗除了蔡英文甲热情地，包括副总统陈建仁、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前行政院长游锡堃马龙港台，展现团结的气势。主办单位宣布，现场超过3万的支持者。在7号的关键时间，民进党要冲出投票率。记者综合报道。离总统大选已经剩无1礼拜的时间，新北市是全台湾票上界侪的所在，所以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昨昏嘛伫咧新北市用车队扫街拜票。那伊的副手张善政是伫咧苗栗替党内的立委候选人助选。投票进前的超级礼拜，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回访新北市，为伊的家乡中和开始，伊甲拄仔出现热情的支持者，佮随从起立，举国旗画动选。韩国瑜甲立委候选人邱凤瑶的扫街车队为中和民地活动中心南市角捷运站，最后到邱凤瑶的联合竞选总部，这嘛是韩国瑜唯一的一届车队扫街。前台北县长周锡伟嘛专程陪伫边啊。中和土生土长，所以今天来到家乡，那第一次站到宣传车上，看到我们中和很多乡亲。发自内心的喜悦，我对治安有信心。我也认为台湾的民主已经完全成熟了，所以我个人不会穿，我宁愿戴假发，我也不穿防弹背心。对治安有信心的韩国瑜做国民党上强的带头，全力优待立委候选人的选情。有风声讲，伊的查某囝韩冰要伫29的凯道造势活动出现，做伊上强的催票王牌。韩国瑜讲，目前也无相关的规划。不过，伊到中和拜票进前，伊早起先到桃园的大溪，向前总统蒋经国致敬，而且甲蒋经国的新妇蒋方智怡见面。伊的副手张善政是伫苗栗走透透，助选党内立委候选人。是批评民进党该行做歹代志。民进党过去3年半在立法院过半，可是一例一休这个坏事情，没收公投这个坏事情，通过反渗透法这个坏事情，要记得说，民进党的人进到立法院只会做坏事情。张善政呼吁，无论如何拢爱互民进党落台，选前上尾爱冲刺，国民党要拼中环之战。记者综合报道。再咱来看，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伊是甲台湾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两个人昨昏拢伫咧中台湾拼选举。拜六个要投票，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早起到台中写春联义马，这嘛是伊参选2020总统以来头一摆伫台中的公开活动，甲哪里大型造势活动真济无共款。亲民党继续招风激战，对前一天国民党定赢的国政领航台湾起飞政策发布会，伊批评韩国瑜敢会向补车路的坑。过去的这些讲了半天从来没有做到事情的人，在那边讲一大堆的话。韩市长有一个成绩单，修马路修一些洞洞，看看，做了1年了，唯一一个政绩是人家说铺了马路洞洞，国家现在更大的洞洞要去做嘛。选前上尾一个礼拜，唔拿宋楚瑜伫台中，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嘛全力抢攻中台湾的选票。针对中部空气污染的问题，郭文哲认为要用科学的方法说明，而且解决。政府要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去实际说明一下这些空污的组成到底是什么。所以空污真的是台中火力发电厂吗？空污真的是6000吗？我想这要科学的数据来回答。亲民党甲民众党拢由党主席带队催票，不过发出进党票到亲民党的前鸿海党市长郭台铭是继续为伊的子弟兵李静来护选。排队的人真多，不少人拢想要摕到过党亲手本的红包，阁有人特别早册来互过党签名。这是过党第17届的副选李静怡，目的就是要甲伊送入国会。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明仔吹东风，天气拢较稳定。来看温度，今仔日天气稳定，伫全台湾也有平湖、金门、马祖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东部、东南部
有底渐好。啊，毋过爱细致，即马西半部是闪方面，扩散条件较歹，空气污染就较严重，加上透早湿度有较悬，会大雾，所以影响能见度。根据环保署的预报，今仔日伫咧新竹、苗栗、云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拢是柑仔色的，啊那中部是红色的。温度的方面，日时的高温有25度到27度，也毋过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乡亲爱会记得晒衫。来关心印尼首都雅加达，伫咧下年暝到元旦是连续着大雨、造大水，造成60个人死亡。目前也有真侪风疏散的乡亲的民众是有路无厝，无法度回去因的厝内。伫雅加达市郊区，雨大水淹过木加西街路上，这台箱仔车顶互树仔去了咧。伫众人的协助下，才解降落。可见这场大水的冲击力量有偌大。Jadi arus deras terdorong sehingga dia menjadi terbalik. Dan yang jadi masalah kan ini menghalangi akses untuk tim support yang lain sebenarnya. Jadi kita datang itu mencari setelah air surut. 伫了瓦岛南部的大雅加达甲瓦郡的地区离巴克出现严重死伤，大水甲路甲大桥拢冲歹去，军警用直升机空投物资给民众。Susah untuk transportasinya, bagaimana saya kurang tahu. Jadi sekarang saya ya belum bisa menilai lah Pak。根据印尼气象气候甲地球物理局的报告，这摆大水灾是对1866年有记录以来上强大的落雨。官员表示，无排除死亡人数也会增加。这摆雅加达做大水起因是跨年元旦的连日暴雨，造成大水崩山。当局撤离几啊万人，并且有超过17万人被安置在救援中心。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水火无情，一年在做大水，啊那澳洲东南部的火烧山已经烧3个月啊，啊那这火阁拍袂花。虽然温度有咧降啊，无遐尔热，而且气象单位嘛讲特别落雨啊，也毋过一拍火也是拍袂花。澳洲的火嘛牵连到去到2000公里外远的纽西兰。在纽西兰北岛的奥克兰天顶一片柑仔色，民众上传社群媒体影像显示，澳洲东南海岸野火烧未煞，就连隔2000公里的纽西兰也纷纷变色。澳洲火烧山烧几啊个月，虽然当地礼拜日早起气温小可下降，也有无未来几天可能会落雨，不过世界拢是火烧山的维多利亚省，官员依然是真紧张。Take this as a couple of days of relief, a bit of time for our firefighters to do some roster changes and deal with fatigue issues, but this is not about this being over. So we will continue to be issuing warnings. 东南沿海维多利亚甲新南威尔斯省等地超过525万公顷土地受害，测试还有1个人因为大火死亡，4名消防员受伤。有专家指出，这摆灾情惨重，甲澳洲3年的苦旱有关系。澳洲总理莫里森阁强调，澳洲深深受到气候变迁冲击。I should stress that there is no dispute in this country about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globally and its effect on global weather patterns, and that includes how that impacts in Australia. 根据外电报道，伫雪梨西部差不多50公里的彭里斯，测试出现48.9度高温，创有史以来上高温纪录。首都坎培拉也冲到44度。火烧山一时真歹拍花。澳洲3000名后备军人已经进驻灾区协助灾民，未少所在民众犹原继续撤离。记者综合报道。受英国烟后脱欧加上火烧山影响，即马澳洲的观光稀累咧。当地政府是赶紧请出名的歌手，还有名的演员、运动明星来拍广告，要救观光，要请英国人去佚佗。One. This year's been tough and confusing, but progress is moving. Well.A glacial pace。用趣味歌词来讲已经跨真久的脱欧协议，这是澳洲旅叫最近的广告，邀请到伫英国乐团流行真侪年澳洲歌手凯利米洛，甲英国人熟悉澳洲有名的人，翕一个叫做“朋友之歌”的广告，邀请英国人到澳洲行行的，暂时袂记苦恼的脱欧问题。A pal to
rely on. A shoulder to cry on. In Australia. 英国将伫1月31脱欧，暗过经过11个月过渡期，甲欧盟达成贸易协议，敢袂当如期完成，嘛互英国人烦恼。Negotiating tricky trade deals is a shocker. But look, there's a quokka, and that's what you need. 澳洲有高济无危险，国叫讲是全世界上快乐动物，甲猫差不多世地位的历史。 We can turn off the news. You can kick off your shoes. We'll play backyard cricket. 另外，广告嘛出现澳洲有名运动员有进棒球明星华恩，甲游泳选手索普、网球选手巴蒂。 When I got this call to take an opportunity to be involved, it was a no-brainer and absolutely loving being part of it. I'm flattered to be able to encourage visitors to join us here and enjoy. 这个3回展广告是一摆澳洲旅游局开大钱，用买新台票差不多3000万的宣传政策，要拼英国市场。按个民众反应嘛差真济，因为影片刚出现澳洲美好一面，真侪民众拢伫官方推特留言抗议，敢要邀请旅客到一个强要跋到大人的所在。澳洲野火继续恶化，已经烧掉500万公顷，敢要换1000栋的厝，那人类受到威胁。真侪动物包括无危险，因为走白虎强消息。 澳洲旅游局官员表示，今年澳洲观光的英国旅客有超过70万人，排名第4，因为消费真强，平均每摆消费超过10万新台票。啊，不过这几个月以来，因为脱欧的不确定，英国旅客数量是明显下降，影响澳洲的观光产业，也会嘛造成澳洲严重的经济损失。当局希望用观光的宣导影片救经济危机。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美军用无人机弹死伊朗的军事头人苏莱曼尼了后，伊朗是讲因绝对会报复。无偌久，伊拉克就传出空袭，火箭就落伫咧美军的基地。啊，那美国这边嘛伫咧中东增加兵力，即马局势真紧张。 美国总统川普测试伫推特警告伊朗唔通轻启妄动，佮表示美方已经锁定52个对伊朗文化有真悬重要性的目标。若到海南保护这目标会遭受快速而且严厉攻击。同一天，美军第82空降师增援3500名官兵去中东。就伫川普警告进前，美军自巴格达以北巴拉德空军基地被2粒火箭攻击。另外，巴格达维安严密地区，也就是包含美国大使在内各国外交人员 驻地所在也被连续的火箭攻击，无伤亡传出。伊朗革命卫队海外特务部门圣城军领袖苏莱曼尼遗体，伫7月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被运回伊朗，伫胡奇斯坦省中部都市哈瓦什沿路客满送行的群众。 由最高领袖哈米尼举行祈祷仪式了后，在在地故乡科尔曼，哈米尼已经指派苏莱曼尼的亲信副手卡尼，要做圣城路新任指挥官。佮表示展开复仇圣战。专家表示，卡尼甲苏莱曼尼拢是62岁军事背景同款，圣城军所有行动由苏莱曼尼负责，伊甲卡尼分工。佮直接向最高领袖哈米尼报告，为伊朗表示要为苏莱曼尼报仇。伊拉克佮传出空袭，美国中东征兵，国际之间 拢感受中东地区紧张情势正在升悬。记者综合报道。美军弹死伊朗的军事头人苏莱曼尼，引起伊朗放调讲因一定会报复。马蒂昨昏宣布无要阁遵守2015年的核子协议，有可能会去发展核武。针对这件代志，美国总统川普是警告伊朗讲，因已经锁定伊朗会目睭睇大蕊金看，若是敢假笑，一定会攻击。 美军拍死伊朗的军事将领苏莱曼尼，引发伊朗枪声要报仇。当地7月宣布未遵守2015年的核协议，对核子作业的领土限制进行铀浓缩的作业。 دولت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طی بیانیه‌ای گام پنجم و نهایی کاهش تعهدات ایران در برجام را اعلام کر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یگر هیچ محدودیتی در حوزه عملیاتی شامل ظرفیت غنیسازی، درصد غنیسازی، میزان مواد غنیسازی شده و تحقیق و توسعه مواجه نیست. 不过，伊朗嘛表示会继续甲国际原子能总署合作，只要美国取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就继续遵守核协议。其实2019年5月7日，美国总统川普就宣布单方面退出核协议。
能够经济变态，美国总统川普测试的推特警告伊朗卖乱来，并表示美国已经锁定50年个对伊朗甲伊朗文化有真重要目标，但是德黑兰保守，这目标会向真紧而且严格攻击。同一天，美军第82空降师增加3500个官兵去中东。伊朗革命卫队海关特务部门圣社会领袖苏莱曼尼遗体，初五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向再登去伊朗。伫胡奇斯坦省中部城市阿瓦什恩路，有真侪来送的民众，由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举行祈祷的仪式了后，会带伫个故乡克曼。哈米尼已经指派苏莱曼尼的副手卡尼担任圣社军新的指挥官，佮呛声要展开保守性战。专家表示，卡尼佮苏莱曼尼拢是62岁，军事背景差不多。圣社军所有行动由苏莱曼尼负责，伊甲卡尼分工，直接向最高领袖哈米尼报告。对伊朗呛声要替苏莱曼尼报仇，伊拉克佮团空袭，美国的中东进兵，国际拢感受到中东地区紧张的情势当地变悬。记者综合报道。再来镜头，搁等下咱国来关心选举。1月11，毋若要选总统，嘛要选立委。东部的立委选战真激烈。东部一向拢是国民党的票较侪，也毋过这一摆花莲有国民党的候选人，嘛有前县长布坤基用无党的身份来参选。布坤基黄客家要甲现任的民进党的立委萧美琴拼，是三卡都的局面。啊，若伫咧台东，国民党是派出副县长张志明要战现任的民进党立委老赵和，之伫咧台东是哪力对决的局面。花莲虽然是国民党大票仓，却是在2016年，和民进党籍的萧美琴以6万外票成功摕下这个一向是国民党的席次。不过，这是不是代表花莲选民已经跳脱色地？地方上看法无同，尤其是前县长傅坤基加入政局了后，他在花莲的政坛纵横了20年了，那他实力也非常的强，但是他的参战虽然让选情更复杂，但是我自己的心情跟策略还是一样哦。历经3届立委、2届县长的傅坤基，去年因为炒股票案件入阁，今年出监了后，想要登去国民党，其实一直无得到党中央正面回应，所以决定以无党籍身份参选，而且估算还阁如，伊的骄傲也是现任的花莲县长，地方势力真大。将近20年从政当中，没有人比我更难。我们要守住东线，花莲这期守住，不然整个东线的交通，未来都没有人来为地方的乡亲发声。而国民党这边黄客家一直限立，国民党分裂之苦，亲像韩国瑜全台补选今年跳过花莲，有部分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拢去替傅坤基徛台。而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进前在花莲更加直接爱选民集中火力，和傅坤基当选，伊希望花莲人勇敢固执花莲王。傅坤基他自己从来没有说他自己是花莲王，那是别人给他封的。好，那我想是不是威权，每个人都心里自有一把尺啦。好，真正难不是只有国民党提名而已，还要心中认同国民党的核心价值。而台东立委选前，这摆有4组人马参选，要来抢117000外票，不过主要也是国民党甲民进党对决。现任民进党立委刘兆和已经在各乡镇拍下真深的民意基础，要继续争取台东县交通甲各项民生建设经费。把过去几10年来应该要做的这样的基础建设能够加以迎头赶上比如说交通还有医疗。国民党是派出台东县副县长张志明出身宜兰，不过一直在花莲台东2间大学做教授，被对手以非台东子弟攻击。不过在地方东部支持下，过来走基层，定在归路演讲，已经受到选民注意。当然了，还有很多法规像海洋三法的部分，我们怎么样能够兼顾到生态保育，还有我们台东的发展。另外，有民众党的陈文平，也有无党籍的张坤和，台东选情看起激烈。不过，其实也是民进党甲国民党2大党较占优势。另外，花东选情也有一个共同所在，就是候选人拢大开交通支票，无论是苏花、南回界，也是国道6号、环岛高速公路、花东快，拢凸显花东选民对交通建设的愿望。记者综合报道。2020大选检警侦办假消息，即马不时拢会传出讲有警察对民众查水表来抢业绩。国民党伫咧昨昏就提出一份警政署伫咧去年5月份写的公文，公文内底是写讲掠选举的假消息甲掠贿选考绩的分数是同款的，所以国民党是批评讲，这就是咧鼓励警察会当凊彩对民众查水表。
看手机啊面册持赞分享，社群媒体开真侪不实言论的散播来源。不过国民党团5号开记者会，质疑警察办假消息有抢劫罪的办案压力，也提出警政署2019年5月颁布的公文，显示警察查选举假消息的考级分数，甲查贿选的分数相款悬，是相当不合理的情形。网络假消息查到是10分，这个10分跟什么一样呢？跟查到贿选金额不到200万的也是10分。查贿选这么困难，但是查假消息这么简单，我觉得蔡英文总统你要出来讲，你要告诉国人，你怎么样保护言论自由。前台北县长周锡伟甲国民党团也指出，有民众在警察无团票情况下就被传走。面对查水表这指控，法务部甲警政署刑事局在休假日赶紧出面来回应。是因为有人告诉告发，所以呢，受理的警察机关甚至还有过去还有前几天还有一个调查机关呢，他们呢才会去做某种必要的了解。假讯息的部分的话，它传播的速度很快，所以要立即做一个遏制，对这个查处假讯息它的分数比较高的一个分数的一个核定。国民党团要求警政署3天内必须公布所有查假消息的案件数量甲内容，若无排除行上过路。而刑事局是公布数字，对2019年到即阵，侦办网络假信息案件开设政治人物的有287件，也点出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网络恐吓有48件，已经以上29件。强调无只是办国民党，无办民进党。执政党对去年开始积极打击所有的假新闻、假消息，不过在选前也真侪在野党的攻防焦点。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咱来看云海。一般来要看云海，拢爱去山顶，要毋过伫咧高雄，海拔才250公尺尔尔，就会当看到真水的云海。这是伫咧高雄的小公山。最近有未少乡亲去爬山的时，拢会当看到云海，规粒山头、规片拢是够水。徛伫高雄小公山的顶面，人雨布包掉咧，离远的所在，云雾也慢慢挖过来。山脚的阿公店水库，山色美景，互云海炸掉咧。好漂亮，好漂亮哦！太美了，等得有值得。这平地的这个云海，通去看吼，足水的，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呢。爬山看到云海，民众真欢喜，摕出手机来记录这特别的时阵。有人讲，伫当地待了50几年啊，也是头一摆看到。也不过云海景象最近陆续有人看到，也互民众真好奇。这个山只有251公尺悬，为安怎有云海呢？高雄气象站研判是地形关系，加上挖滚水库。山谷间本来空气就比较潮湿，那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因为夜间的辐射冷却，或者是山上的冷空气聚集到这个山谷，所以整个山谷间的空气呢温度降低，那这一些水汽呢就容易形成小水滴，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雾或者是低云。气象站表示，被清水高雄后花园的小公山当地有观测站，只要测到相对湿度达到100%，就有机会看到云海。民众若想要再看到相关的景象，不妨参考当地气象站提供的相关数据。记者综合报道。伫家己布袋港的海巡单位，对2008年6月份到2019年年底，这1年半的时间，因伫咧云嘉南的海域看到白海猪有看过32摆。为着要守护白海猪，海巡单位嘛要加强巡逻，要掠拖网仔起船，要保护海洋，保护海猪。马祖义唔定7分的挖向船边，好亲像咧教人耍，互看到海巡兄弟拢相当的欢喜。这种马祖义通常拢伫咧离岸无远的所在活动，所以较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为了要保护这已经被看袂到的动物，海巡署嘛协助进行保护马祖鱼。因为之前有学者跟我们提过，就是说尽量不要去做主动的靠近，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定点在那边来做一个拍摄。当然那个时候刚好运气也很好。白海豚他们整个家族，往我们巡防艇这边来靠近。驻守伫咧嘉义县布袋第13海巡队，伫2018年6月到去年年底，伫云嘉海域看到32架马祖鱼的活动，因发现伫云林海域的卖料到台西外海，还有嘉义海域外山汀州以南，比较较看得到马祖鱼。在栖地的富裕，甚至是这些鲸豚的食饵，也就是它的食物来源的这个富裕、栖地的保育等等，都是一个可以增加这个物种的数量的一个方法。
马祖伊的活动主要拢伫咧河边3海里的范围内，违法渔船的刺网也是拖网，拢会伤害到马祖鱼。所以除了海上的执法、救护、污染防治以外，马祖鱼的海洋保育未来嘛是海巡任务主要强力执行的目标。记者林伟霆加以报道。本年的河尾糖厂是即马咱全国也一一看到5分仔车载甘蔗的铁记录。若是咧做糖的时，也个当看到5分仔车咧载甘蔗伫街仔路乱踅，嘛去面真侪铁道迷去翕相。嘟嘟声响起，铁道两边的灵车拢停落来，等待载满甘蔗5分车慢慢通过。每年河尾糖厂制糖期间，来到云林河尾街仔路，都有机会拄到安尼场景。但安尼画面，无经过来家从云林才看会到，嘛去袂少铁道爱好者来了5分车。小火车人气其实是足介的，所以有很多迄个火车迷拢会来遮等啦。伊嘛是对迄个高中岭内遐，伊开始上伊的甘蔗倒好，开始要拖入来时，遐翕好了后，伊就徛倒来转来到遮。台糖公司表示，早年台湾糖业转型时，台糖小火车铁道1万多公里。虽然现在全台各云林河尾、台南成化两间糖厂咧制糖，但5分车载甘蔗的路段，嘉春河尾到埔中大约16公里。至台南成化糖厂，拢改以大货车载运为主。就是他从南区出发到龙岩国小，每年的12月中到3月底，运到我们工厂后面嘛称重完以后就是进那个压榨。开始压榨甘蔗汁这样子的。台糖公司表示，河尾糖厂使用的甘蔗主要是进咧云林埔中、该大南和彰化溪河，进阶面积超过3500公顷。今年按算采收甘蔗原料25万吨，产糖量2.2万吨。3月底进前，拢有机会看到载满甘蔗5分车在云林河尾街仔路来行驶。记者为您报道。古早时交通无遐尔利便，出入无汽车通坐，5分仔车就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屏东的中治乡德和社区就请艺术家带社区的时代，用纸张、图章捏出5分仔车来纪念囡仔时。囡仔人伫教室做转来转去，感觉真新鲜。这是屏东县中治乡德和社区的5分仔车，后边2只车厢载一堆甘蔗。虽然这是用纸张和土捏出来的，袂当伫路里行，不过在地时代看到吧，真欢喜，都亲像是倒转去做囡仔的时代。另外5分车交通实在很方便，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回忆当时也是很快乐的啦。现在要坐这种车是没办法了啦。想到我们以前当小孩的时候，坐5分车实在很快乐。创作这台5分仔车的艺术家黄必成讲，这件作品为筋骨架画图章，搁等甲伊搭才通出色，总共开个多月才完成。车厢边高水的鼎仔是艺术家带社区的时代斗阵捏出来的，用来怀念因过做事人饲伫补贴处理的情形。这个作品叫做全台湾唯一用纸浆泥塑所塑造起来的火车。那这个火车呢，可以让人进去车厢里面，包含司机座到2节车厢，可以去跟他做一个互动。较早时代交通无利便，出入无汽车通坐，敢若5分仔车上方便。这是台湾的农村特有的产业铁记录，载甘蔗、载糖、嘛兼载人。即马这台5分仔车顶悬载的是德和社区的历史记忆，囡仔时阵落甘蔗迄种甜不不的滋味，永远拢会记得。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有一个团体，名就叫做台湾心义工团。因是一阵替人起厝的志工，因替人起厝，毋但无共摕钱，甚至建材嘛是家己拨款出钱买来的。因讲帮助别人，就是上界快乐的代志。有一群人，因的梦想就是替人起一间会当食方便好的厝。因拢是各行各业的高人，也拢发心来做志工。无家族小家庭收较半仙，因就是台湾心义工团。义工内面有的人是自细艰苦大汉，特别有疼惜弱势心。因也利用休困的时间来做义工，只要有需要因的所在，就因替人完成美梦的形影。我们这样，其实我们台湾心我们不会去选说
台北、台中、花莲或者是高雄哪里，我们只要有需要的地方，我们就会出现。只要弱势有需要我们帮他，就是说盖那个所谓的机能屋的时候，我们也就会出现。人讲好心好行，有通春有通用，已经成立3年外的台湾心义工团，伫咧各地头，若是需要因帮助的所在，拢会当看到因的身影。不管是互风台吞大过台东人士，或者是偏向教育的校园建设，只要会当行脚到的所在，拢愿意去尽一分的心力。甚至有的人是连工带料，除了家己去做义工，也家己开钱买材料。无要紧啊，迄落影响趁食，迄钱有够用就好啊。咱会当帮助一寡艰苦人，迄个是真正的，咱需要做的任务啊，系啊。啊，你感觉你得到啥物？阮得到快乐啊。一人担一担，也会贴成山，就算是汗流3滴，也看到完成的厝，欢喜的眼神。这款无价快乐，是因精神的neu草，也得到众人的懊恼甲尊敬。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较庄较偏乡的囡仔甲家长嘛有亲子教育的资源，屏东有协会甲托育中心合作，伫咧家当举办亲子居家体能游戏的讲座，老师带家长甲囡仔用耍的方式来增加亲子的互动。爸爸妈妈把囡仔的手放伫咧家己的手中心，对老师学踏脚踏车、活动筋骨。囡仔看到老师甲有印巴士的图卡刻出来，目睭是铁甲大啊大蕊。屏东县自乐本教协会特别和潮州托育资源中心合作，伫咧当地办亲子体能的游戏活动，希望用佚佗的方式，互爸爸妈妈甲囡仔加较亲。还蛮有意义的，可以提前知道怎么教育小孩子，跟小孩子互动。就是有教育，然后也可以让小朋友有更多认识朋友的空间。用镜头把飞轮机的形体比出来，才会囡仔学飞轮机，安尼飞来飞去。真侪庄脚的囡仔，平常时拢是阿公阿嬷伫咧带，爸爸妈妈有真久的时间，拢伫咧外县市做工课，甲囡仔斗阵的时间真有限。透过亲子教育的课程，互屏东嘉东乡地方的托育资源加较丰富。我们最主要是要拉近城乡的之间的距离，那也顺便把这些亲子教育沟通的方法呢带到乡下来。透过老师甲和囡仔互动的小撇步，互平常时因为做工课无法度定点伫咧囡仔身躯边的家长，有机会学安怎甲囡仔建立好的沟通技巧，也互社区充满真侪活力。记者综合报道。若是农教育，是即马真侪人在推崇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婚龄未了的海丰分校甲海丰社区就合作，规划几啊块产地，互时代去种菜，才互囡仔去买菜。接落来，囡仔甲老人就做伙包水饺，嘛要互囡仔了解，逐顿饭拢是真侪人的付出才会当食到，所以爱惜福。一粒米百粒干，现代社会真侪学生囡仔无做习过，唔知影逐顿食的菜是安怎来的。婚姻关未了国小海丰分校就来社区内底，互学生囡仔亲身去餐饮想要食的菜。好，嘿对，好安尼嘿，嗨。餐饮这寡菜色拢是海丰社区的老大人辛苦种出来的，平常时会摕来甲社区加菜。即马各甲学校做伙做食农教育，互即块菜园更较有意义。社区这个农场的时阵，有种一寡菜，遮志工妈妈种的，啊，互因来体验。可以再让我们再一次的学到要这些割东西的知识，还有它要怎么再重新生长的知识。唔那安尼，学生办顿下即寡菜会摕来做包水饺的材料。伫社区内底，学生囡仔甲老大人做伙包水饺。若真心熟，阁会当互学生一步一步体验对产地到做成食食的过程。除了在教室内，那有个算在课堂外，包含说种植的地方，以及在厨房实作，以及户外的一个观察。爷爷奶奶陪我们一起种菜，还有切菜跟包水饺，让我们学习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让我知道要爱物惜物。更谢谢爷爷奶奶智慧的传承。海丰社区甲海丰分校做伙做活动，除了互学生行出校园，体验教室外口的风景，对社区的老大人来讲，甲囡仔做伙佚佗嘛是趣味佮快乐的一天。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市的文心路伫咧捷运完工了后，伫部分的路段有设奥多摆的停车格，也毋过伫咧车流量较大一寡路段定发生车祸，因为讲这奥多摆会去占用着车道，前几日嘛因为安尼才发生车祸。民众是认为讲，因为奥多摆的停车格设计有问题，希望政府赶紧改善。台中市文心路甲松铁路车流大，无论直行也是等发，车速拢真紧。骑车骑士将车停伫合法停车格，要离开亲像咧拼命，脚手爱真猛烈。对，因为你看不到后面的这台载车，所以你看不到的话，就会危险上会比较大一点。像在早上7、8点的时候，还有在下午4、5点的时候，因为车子这流量会比较大。这位先生住伫附近，知影这路口的危险性，会先开灯换灯号，或者是伫行车顶用看车方式将机车看出停车格。啊，不过真侪人拢是直接退后，车身就占向慢车道，真危险。这路口佫发生过车祸，技术骨折送医。3天前吧，然后那个也是这样拉出去，然后后面的车直接追撞，手就直接骨折了。机车给放上去，大概应该最少超过10件有。市长建议机车停车格应围出的，避免机车退后时占用慢车道。有人建议尖峰时段修正青红灯。台中市天管处表示，车祸甲停车格围设是不是适当无一定的关系，啊，不过会检讨开出大节路段机车格改善方案。机车一牵出来就是慢车道嘛，慢车道它可能也是比较有一个危险性是没有错啦，但是它本身机车它是在路幅的宽度是够的啦。台中市文心路围设机车格了后，就发生10多件大小车祸。台中市天管处指出，目前文心路沿线机车停车格有将近2000个，伫公车停靠处前后甲大路口等活的所在，会检讨停车格围设的适当性甲安全性，保障市民安全。记者综合报道。4天前，高雄有民众检举讲，仁武有一间公司连续2天偷排垃圾水，经过调查真正有影，所以罚这间公司540万。啊，若检举人因为是这间公司的家己人，所以呢奖金嘛加3倍，所以会当领到216万的检举奖金。来到高雄仁武这间公司外口，客家人员发现有废水一直排向外口的排水沟，听起来都有真臭的味。发现工厂正在排放废水。哦，不是雨水，很臭，应该是蓝队会啊，都臭的。这是民国105天4月的客家画面，当时有民众检举这间公司违反放流排水的标准，还佫有泄流排放的行为。客家人员连续2天到场，拢发现这个状况，累计来开发业者540万，相关检举人员嘛领到200多万的奖金，是全国第一件成功发放官野的水污染检举奖金的案例。那我们那时候它是主要是连续2日绕流排放，那总共罚了540万。如果你是工厂的相关的一个员工，那你居民检举，那它最高可以乘以3倍。所以最高是可以到达六成的一个奖金。市府表示，检举人的身份是违规公司的相关员工，符合着保利者的条件，因此奖金是提悬到3倍。等罚金日期过了后，就赶紧来发放着奖金。环保局表示，防治水污染科客家人员是无法度全面兼顾，需要民力的协助，会当避免着业者污白污染着环境。民众若是老实检举，而且查证确定这个状况，一定会来发奖金。记者刘婷丹、hen坤个人报道。开699亿的新北捷运西园口海宽纵线，伫咧昨昏进行第2届的理勘。虽报讲昨昏伫咧模拟一款状况来排解是做甲无完全集成，也毋过理勘委员也是肯定捷运公司的规个作业流程。白色车身是捷运宽纵线主线，新北捷运宽纵线甲文湖线采用运量，不离个车厢互通，每一班车会当坐650个人。宽纵线开699亿，连接新店、中和、邦桥到新生，路线为大坪林站到新北产业园区站有14站。广义的公共艺术啊，跟我们的电联车呢做一个结合，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它的内装上都充满着艺术感。原定伫去年年底通车新北宽纵线，因为对安全隐患有疑虑，无法度如期通车。伫7月进行第2摆路勘作业，
交通部邀请专家甲学者深入路勘小组，实地勘察模拟演练。现在行动中心电脑异常，那稍后列车会有延误或者是停靠较久的状况。模拟新控中心告知，职务人员赶紧排除各种列车停伫铁轨路袂停袂动，来叫列车为后壁连接各种的车轨，准备启动手动驾驶推动各种的列车。不离个原定的计划煞出状况，列车连接失败，列车加停半点外钟，落尾刚启动等电，后新客路车改坐另外一班车。它是把它锁死了，所以再怎么推，我们后面就没办法推过去了。针对这个会有异常的车门开启，可能是刹车这咬死了，我们要列入旅行前一定要改善。虽然路勘的状况真细，路勘委员表示，针对今日列车保持顺利连接状况，会来做改善的重点，要求工程局加强。若确定的通车时间，该单总结会议的结论，这家公司改善了后，报车交通部核准。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去台南，来看台南嘉义的结合堂家长团是老字号的家长团，因保留古早传统的顶头，随往几当前主标互大伙小气，也阁大家并无散开。团长陈时敏继续甲大家苦做伙、念做伙，嘛要来改变社会对顶头的歹印象。下午9点，公司台记台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台湾，做伙来看因的故事。今仔日是结合堂家长团出阵的日子。一透早，家长团的少年仔都已经伫咧准备，从开面、换装备到上马起阵，一点仔拢无零散。这是伫咧台南嘉义的结合堂家长团，传承了上古早的家长传统。不管是功夫还是态度，家长团嘛用相关的标准来自我要求。爱互人会肯定的顶头，肯定的队伍，你家素质来提悬。素质除了你的心态，这基本的功夫，你嘛是爱做甲有一定的，大家。人讲诶，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看热闹。有的人内行的知影讲，哦，这家长这阵交人无共，屈有了，基本功夫有出来，态度素质。顶头虽然是台湾的传统文化，不过最近几年，一般社会大众对因的印象无好。伫咧美国读册陈时敏回国了后，希望改变安尼印象。伊当时拄好拄着结合堂的指标去互会小气，唔甘心明无厝好大。伊决定出来协助结合堂，伊用心经营家长团，将有闲的时间用来传承宝贵的传统文化。其实我感觉做啥物拢相共，人将心比心啊。其实这嘛是一个类似身教，互因知影讲，其实咱这个团体嘛是重情重义的。这种东西，变论就是我食你一口，我行你一道，人是安尼白当背骨，这是上好的证明。交教育方式，互阮遮少年辈知影，这是我感觉除了是这个家长文化，除了是艺术的表现以外，这嘛是教育的部分。阮拢尽量希望来的人，阮会当甲教好势，互伊去影响去愈侪的人，这才是宗教本身的意义。透过生活的实践，陈时敏甲结合堂家长团要用因的真功夫甲实在态度，互社会大众对家长文化更较有信心。记者老铁和林坤明台南报道。环境爱关心，咱来去中国看有艺术家提出共识社区的理念，冇得到少年家支持。什么是共识社区？就是讲离开繁华都市，过简单的生活，家己种米，家己种菜，去庄脚过一个免开钱、无欲望、节能减碳的生活。今年30岁杨兆武透早起了后，得到这个向叫做是自我充实县市内底种植，原本伫苏州做软体开发的伊。9个月正无做，搬到这，虽讲已经结婚，不过因婆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两个人目前暂时分开。最关键的并不在于一个表面上是生活在城市还是说生活在农村，而是在于你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变化。伫福建这个山区叫做关中村的社区，是由今年30岁邓冠华翁仔宝所打造的。大约是15年底到了这个地方，开始探索这样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集体生活的一个样板吧。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尝试自己想要的那样的一种追求的那种生活是什么样的。因为生活简单，家己种菜，家己做，亲像杀文这款的物件，过农村生态生活。我伫北京的时候做老师王先生，伫遮待4年，种稻嘛就网络，要家己种的农产品。其实面临的挑战，我觉得更大。
所以很多人待不下去。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生存，可能比在城市里生存还要复杂，还要难。中国智库针对目前大地增加年岁28到35岁人所做调查，发现有52%的人是在国内大城市待3年了后，都搬离开这造紧紧的生活。要拿10年、20年去做这样一个实验，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无门槛的低消费、低欲望，然后就是低排放的这样的生活。无想要过无语言高压的生活，这种乌托邦就变新的选项。目前这社区对外开放，会当待4个月，已经有超过20个人签约待入来。不过，强势社区不是管专家外界有共识，2018年在地方政府压力之下，该人态度大部分的建筑。虽上在中国常听到有人要找安静的庄卡过生活故事，山西就一篇报道，讲有一个少年查某人杀到终南山，想要伫遐过生活，暗过杀向经济区里。无偌久，电脑吸引个侪少年人到遮，那在地人认为家己土地向入侵，向政府投诉，这人才拄起好厝，最后向认定是非法建筑，该人听图。记者综合报道。按今年开始，伫咱台湾的百货公司大卖场的餐饮业者，袂使阁提供用一介着片的免洗碗盘、免洗餐具予消费者。若伫咧美国加州的伯克莱，正月开始有新的规定，就是讲餐饮业者若是提供1摆成的免洗杯啊，大家爱每用一个爱加收2角的美金，大约是新台币7块，来限制餐厅使用免洗杯啊。是牛年坡嗰度入去管仔底一杯咖啡就完成啊！一间伫加州奥克拉的咖啡店，敢若用玻璃管仔底饮料，无使用免洗杯啊，理由真简单，环保搁省钱。You know, the most expensive part of many drinks is actually the cup itself and not actually the beverage going inside of it. 拍生态外免洗杯啊，佮有知名连锁咖啡店蓝瓶咖啡，蓝瓶咖啡每年爱使用掉1200万的纸杯啊。Garbage waste is a huge issue, so I'm glad to see my favorite coffee place is taking the lead. 奥克兰北部的伯克莱更加积极，当地新法规规定，正月开始，餐饮业者若是提供一届性的免洗杯啊，大家爱加收差不多新台币7块的费用。但是行动不便者认为讲，无免洗杯啊真无方便，因为玻璃管啊甲灰啊的杯啊对因来讲伤过重。Any kind of sustainability without flexibility is not sustainability. 新创者希望政策甲店家保持春秋的空间，互需要的人也是会当使用纸杯啊，伫环保甲弱势权益中间取得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在顶进人物，咱来去中华的河美来看一个25岁的果子雕刻师傅，伊号做杨俊杰，伊伫咧国内外摕到真侪大奖，所以伊即马嘛登去到伊过去读册国考啊，要来传承菜色雕刻的技艺。摕着雕刻刀啊，伫咧石锅顶悬刻出一片一片的花边，刀工相当的厉害。另外一对用乌仔雕刻拼接的良方，看起来更加是那真的。今年25岁所采水果雕刻师杨俊杰，为学生的时阵就开始参加国内外比赛，得到真侪奖。但是练习的过程嘛，互厝里人感觉真唔甘。为了每一次的比赛，因为他一直在熬夜，他变成说日夜颠倒，然后甚至于也曾经有一段期间，就是有将近半个月，他没有上过他的床睡觉，就直接累了就睡在沙发。杨俊杰为高中时期开始学习素材水果的雕刻，22岁迄年先伫咧马来西亚拿下国际赛的金牌，隔年又伫咧德国 IKA 奥林匹克美式的奥运拿下艺术类动态金牌。2018年嘛伫咧卢森堡的世界厨艺竞赛拿到奖。杨俊杰目前除了继续互家己的技术变甲如何，嘛想要培养更较侪蔬菜水果雕刻的人才。目前的规划就是说，回到以前的学校，然后指导他们果雕，然后带他们去比赛。然后现在我假日这里也是有人来这里学习，然后我就是指导他们。杨俊杰表示，伊想要把蔬菜水果雕刻技术向下扎根，除了成立工作室来指导选手，嘛决定回去以前所读的培养国小，甲有兴趣的小朋友相关的知识甲技术，希望让台湾的蔬菜水果雕刻技术继续伫咧国际舞台来发光。记者张华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关心天气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7度。外岛是16度到2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大期待在起新闻，我是郭庆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